喺呢個春意盎然嘅季節裏面，全運會乒乓球資格賽就好似焗住啲球迷心嘅春雨咁，正進行得如火如荼。2025年3月24號呢一日，呢場資格賽又會迎來一個令人興奮嘅日子。團體賽正式落幕，而混雙同單打嘅較量都會更加激烈。喺呢一日，我哋或者會睇到馬龍、王楚欽同林高遠之間嘅巔峰對決，呢場視覺盛宴肯定令每一位乒乓球愛好者都翹首以盼。反睇過去幾日，團體賽就好似一部跌宕起伏嘅史詩，每一場比賽都充滿咗變數同驚喜。由3月20號資格賽拉開帷幕嗰陣開始，各路豪強就紛紛出招，為咗一張通往正賽嘅門票而搏盡。北京隊呢支擁有馬龍同王楚欽兩位奧運冠軍嘅隊伍，肯定係呢次資格賽最大嘅睇頭之一。馬龍呢位乒壇嘅傳奇人物，佢每一次揮拍都好似喺書寫緊乒乓球嘅歷史。而王楚欽呢位後生仔，佢嘅崛起令到大家對中國乒乓球嘅未來充滿咗期待。喺團體賽入面，佢哋兩個就好似北京嘅雙子星，憑住精湛嘅球技同默契嘅配合，一路過關斬將，所向披靡。不過廣東隊都唔係等閒之輩，以林高遠為核心嘅廣東隊喺團體賽入面展現出咗強大嘅戰鬥力。林高遠呢位世界冠軍，佢嘅反手快施同正手暴衝，成日都令到對手措手不及。喺之前嘅比賽入面，佢好多次喺關鍵時刻挺身而出，為廣東隊力挽狂瀾。佢嘅存在令到廣東隊成為咗北京隊奪冠路上最大嘅攔路虎。除咗北京同廣東之外，仲有好多其他隊伍都俾我哋留咗深刻嘅印象。譬如遼寧隊，佢哋憑住出色嘅團隊配合同頑強嘅鬥志，成功晉級咗團體正賽。仲有黑龍江隊，佢哋嘅女將個個都係巾幗不讓鬚眉，喺賽場上展現出咗非凡嘅實力。當然啦，有歡笑就有眼淚。喺團體賽入面，都有啲隊伍因為種種原因而未能晉級正賽。佢哋可能係狀態唔好，可能係對手太強，但無論點樣，佢哋都為呢場資格賽付出咗自己嘅努力同汗水。佢哋嘅遺憾都會成為佢哋前進嘅動力。當團體賽嘅大幕慢慢落下嘅時候，混雙同單打嘅較量先至剛剛開始。3月24號，混雙首輪嘅全部較量就會畫上句號，而男單同女單嘅比賽都會更加激烈。喺混雙方面，雖然實力較強嘅種子組合喺資格賽入面都未亮相，但呢個都唔妨礙其他選手嘅精彩發揮。每一隊組合都為咗自己嘅夢想而搏盡，佢哋可能冇世界冠軍嘅光環，但佢哋嘅努力同拼搏同樣值得我哋尊敬。喺混雙嘅賽場上，我哋或者會睇到啲新星嘅崛起，佢哋或者會成為未來乒壇嘅璀璨明星。而單打方面就更加群星璀璨，馬龍、王楚欽、林高遠等世界冠軍都會再次披掛上陣，為咗一張通往正賽嘅門票而展開激烈嘅爭奪。佢哋每一次揮拍，每一次扣殺都充滿咗力量同美感，令到球迷睇到如痴如醉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喺單打比賽入面，我哋或者會睇到馬龍同王楚欽嘅師徒對決。馬龍作為王楚欽嘅前輩同偶像，佢每一次嘅指導都對王楚欽嘅成長起到咗至關重要嘅作用。而家佢哋兩個就喺賽場上展開正面嘅較量，呢個肯定係一場充滿睇頭嘅對決。王楚欽能唔能夠喺偶像面前證明自己嘅實力？馬龍又能否繼續保持住自己嘅巔峰狀態？呢啲都喺3月24號嘅賽場上揭曉。當然啦，除咗馬龍同王楚欽之外，仲有好多其他選手都值得我哋關注。譬如劉詩雯呢位乒壇嘅老將，
佢每一次出場都充滿咗傳奇色彩。雖然佢喺團體賽入面都未登場，但佢喺單打同混雙入面嘅表現同樣值得期待。仲有林高遠，佢喺團體賽入面嘅出色表現已經令到佢成為咗球迷心目中嘅英雄。喺單打比賽入面，佢能否繼續保持住自己嘅火熱狀態？呢個就係球迷最關心嘅問題之一。喺3月24號嘅賽程入面，最令球迷期待嘅一場比賽，肯定就係馬龍、王楚欽同林高遠之間嘅對決。呢3位選手都係冰壇嘅佼佼者，佢哋每一次嘅對決都充滿咗睇頭。馬龍呢位冰壇嘅傳奇人物，佢嘅球風穩健而又不失犀利，佢每一次揮拍都好似喺訴說緊乒乓球嘅故事。佢每一次扣殺都充滿咗力量同美感，佢嘅存在令到中國乒乓球喺世界舞台上始終保持住領先嘅地位。王楚欽呢位後生仔，佢嘅崛起令到大家對中國乒乓球嘅未來充滿咗期待。佢嘅球風兇悍而又不失細膩，佢每一次進攻都充滿咗速度同力量。佢同馬龍嘅師徒關係更加令呢場對決充滿咗睇頭。佢能否喺偶像面前證明自己嘅實力？呢個就係佢面臨嘅一大挑戰。而林高遠呢位世界冠軍，佢嘅反手快施同正手暴衝，成日都令到對手措手不及。佢嘅球風飄逸而又不失穩健，佢每一次出場都充滿咗激情同活力。喺團體賽入面，佢已經好多次證明咗自己嘅實力，而喺單打比賽入面，佢能否繼續保持住自己嘅火熱狀態？呢個就係球迷最關心嘅問題之一。不過呢場對決能否如期上演都充滿咗懸念。喺團體賽入面，好多隊伍都根據實際情況做出咗調整，佢哋可能會選擇令核心主力進行休整，都可能會將寶貴嘅比賽機會俾到年輕小將。所以馬龍、王楚欽同林高遠嘅對決或者都唔會喺3月24號呢一日如期上演。但無論點樣，呢場對決都係球迷最期待嘅一場較量。佢嘅懸念同期待值都已經足以令呢場資格賽更加精彩紛呈。喺全運會乒乓球資格賽嘅賽場上，除咗激烈嘅比賽之外，仲有好多人士值得我哋關注。譬如老將確帥呢位41歲嘅冰壇老將，佢每一次出場都充滿咗傳奇色彩。喺資格賽入面，佢嘅狀態雖然起伏不定，但佢憑住深厚嘅功底同豐富嘅經驗，好多次喺關鍵時刻為球隊力挽狂瀾。佢嘅存在就好似一位久經沙場嘅老將，雖然歷經歲月洗禮，但依舊可以喺賽場上展現出非凡嘅實力。仲有林思棟呢位後生仔，佢喺資格賽入面嘅表現同樣值得我哋關注。佢所在嘅海南男團雖然戰績唔佳，但佢喺賽場上嘅表現卻令人眼前一亮。佢嘅球風兇悍而又不失細膩，佢每一次進攻都充滿咗速度同力量。佢嘅存在就好似一顆璀璨嘅新星，喺冰壇嘅天空上閃耀住屬於自己嘅光芒。當然啦，喺賽場上仲有啲爭議性嘅話題，譬如啲球隊嘅排兵布陣是否合理，啲選手嘅發揮是否穩定，呢啲問題都成為咗球迷熱議嘅焦點。但無論點樣，呢啲爭議同話題都成為咗呢場資格賽嘅一部分，佢哋令呢場賽事更加豐富多彩，都更加引人入勝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全運會乒乓球資格賽即將迎來尾聲。3月24號呢一日，我哋會見證團體賽嘅終章，都會迎來混雙同單打嘅高潮。馬龍、王楚欽同林高遠嘅對決，或者會成為呢場資格賽最大嘅睇頭。但無論結果點樣，呢場賽事都已經俾我哋留咗深刻嘅印象。喺呢場資格賽入面，我哋睇到咗老將嘅堅守同新星嘅崛起，我哋睇到咗團隊嘅配合同個人嘅拼搏。
呢啲人士都會成為我哋心中最美好嘅回憶，都會成為我哋茶餘飯後津津樂道嘅話題。不過呢場資格賽都留咗啲爭議同話題，譬如啲球隊嘅排兵布陣是否合理，啲選手嘅發揮是否穩定，呢啲問題都值得我哋深入思考同探討。但無論點樣，呢啲爭議同話題都會成為呢場賽事嘅一部分，佢哋令呢場賽事更加真實，更加生動。展望未來，我哋期待住全運會正賽嘅到來。喺度，我哋會見證更加激烈嘅對決同更加精彩嘅比賽，而呢場資格賽肯定會成為我哋心中最難忘嘅回憶之一。佢令到我哋睇到咗中國乒乓球嘅輝煌同未來，都令到我哋對呢項運動充滿咗更多嘅期待同熱愛。但喺度，我都想提出一個爭議性嘅問題。喺全運會咁嘅賽事入面，我哋應唔應該更加注重團隊嘅合作同整體嘅發揮，定係應該更加突出個人嘅實力同表現？呢個問題可能冇絕對嘅答案，但佢都值得我哋每一個人去思考同探討，因為無論結果點樣，佢都會影響到我哋未來對乒乓球呢項運動嘅認知同理解。